月黑風高，周文遠宿在破廟角落裏，啃着乾硬的饃饃。門外芳草被風吹得娃娃響，他正想着明日如何趕路，忽然院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了，一個身穿白衣的婦人抱着藍布包袱站在門口。他不等周文遠開口，一步跨進門檻，直勾勾地走到屋中央，把包袱往地上一放，撲通一聲朝他跪了下來。公子救我！周文遠嚇得往後一縮，手裏的饃饃都掉了。你是何人？那婦人抬起頭，月光照在他臉上，一張臉白得像紙，眼睛裏全是血絲，聲音嘶啞：我是這村子裏的寡婦，我丈夫死了，兒子也死了，如今有人要挖我的墳，我無處可去，只能來找公子。周文遠一聽這話，滾身汗毛都豎起來了。挖墳？你是？婦人慘然一笑：不錯，我早已不是活人，可我不是嚟害你的，我是來求你的。那口枯井底下封着我的屍骨，有人想把它挖出來挫骨揚灰，若是讓他得逞，我就永世不得超生了。周文遠腿肚子直打顫，想跑，可兩條腿像灌了鉛一樣邁不動。他盯着地上的藍布包袱，那包袱布上印透出暗公式的印子，像是血滲透了又晾乾了的痕跡。你憑怎麼找我？周文遠戰聲問：我就是個趕考的書生，人生地不熟，我能幫你摘麼？婦人猛地抬頭，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因為你是這10年來第一個願意給這破屋裏的人開門的人。這句話像一把刀子，扎進了周文遠的心窩子。他想起剛才自己聽見敲門聲時猶豫了一下，旋勢起身把門閂拉開了。那時候他根本不知道門外是誰，只覺得一個孤身女子夜裏敲門，若是不開，良心過不去。可萬萬沒想到，這一開門，竟撞上了陰間的官司。婦人見他臉色變了，又曰：公子不必怕，我不害你，我只求你一件事，明日白天你去村東頭找一座新墳，墳前插着3根柳枝的，那是我丈夫的墳。你在他墳前燒3炷香，告訴他我已經走了，不會再回來了。他若問我去哪裏，你就越去投胎了。他聽了這話，就不會再派人來挖我的墳了。周文遠聽得糊裏糊塗，你丈夫的墳？他不是死了嗎？怎麼船能派人挖你的墳？婦人嘴角抽動了一下，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他死了，可他的魂存在。這村子裏有個風水先生，給他點了陰宅，他在那邊收了一幫遊魂當差役，天天指使他們找我的麻煩。我躲了10年，實在躲不下去了。周文遠頭皮發麻，你是月，這村子裏的那些空屋破院，住着的都是跟我一樣走不了的人。婦人接過話頭，10年前那場瘟疫，死了大半村的人，活着的人搬走了，死了的人卻沒都入土。有些屍骨被隨便埋在村外，有些根本未人管。像我這樣被人故意壓住的，就困在這人，哪也去不了。他越着，忽然湊近了些。周文遠聞到他身上一股土腥味，像是剛下過雨的泥地翻出來的味道。他壓低聲音說：那風水先生姓馬，當年他給我丈夫看了一塊風水寶地，越是能保後代人旺。可我丈夫那貴人已經病得快不行了，沒等身份收好就咽了氣。馬先生就出了個主意，讓我把我的生辰八字刻在木牌上，先埋進那墳裏，等於是我替他死一回，替他把災劫當了，這樣他就能安安穩穩在陰間享福。我不答應，他就叫人把我活活打死，扔進這口枯井裏，又壓上石板，讓我永世翻不了身。周文遠聽到這裏，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板直衝天靈合，他攢緊了拳頭。這姓馬的現在哪？婦人搖了搖頭，他早跑了。瘟疫之後，他帶着村裏剩下的人去了縣城，聽說後來發了財，做了大善人，未人知道他手上沾着人命。周文遠沉默了好一陣子，才低聲問：你讓我去燒香，說你要去投胎，那等你丈夫信了，你就能走了？婦人點了點頭，只要他不再派人守着那口井，我就能出來。但有個難處，我出嚟之後不能見日光，必須有人把我的屍骨挖出來，
重新找塊地方安葬，否則我船是走不了。周文遠眉頭皺起，我一個外鄉人，哪來的地方給你安葬？婦人忽然伸手從包袱裏摸出一樣東西，遞到他面前，那是一塊巴掌大的木牌，上面刻着一行字，年頭久了，字跡有些模糊，但依稀能認出是生辰八字和地名。他曰：這是我娘家村子的地址，我家老宅後面有片竹林，我爹在世時留了一塊空地給我做墳地，你把我送回去，埋在竹林東邊第三棵竹子底下就行。周文遠接過木牌，只覺得入手冰涼，像是充兵教李剛拿出來的。他把木牌取進懷裏，鄭重地點了點頭，我答應你。婦人鬆了一口氣，站起身嚟，朝門外退了兩步，忽然又回頭說：公子，船有一件事，明天你去燒香的時候，若是看見墳前有隻黑茅，千萬別跟他對視，也不要越話。那是我丈夫養的陰茅，專吃生人魂魄。說完這話，他一轉身，就像一陣煙似的消散在夜色裏。周文遠凌在原地好半天，才慢慢把門關上，把門閂插得緊緊的。可那一夜，他再也未合眼，天剛蒙蒙亮，周文遠就出了門。他按照婦人說的往村東頭走，一路上兩邊都是荒廢的院子，有的牆倒了，有的屋頂塌了，雜草叢生，偶爾能看見幾隻野狗在巷子裏竄嚟竄去，見了人也不叫，只是遠遠地盯着他看。走了約莫一炷香的功夫，果然看見一座新墳，墳頭土色發黃，跟周圍的荒地不太一樣，明顯是最近才翻動過的。墳前插着三根柳枝，柳枝上懸掛着幾片嫩葉，隨風輕輕擺動。周文遠從懷裏掏出早就準備好的三炷香，用火折子點燃了，插在墳前。他蹲下身，正要開口說話，眼角餘光忽然瞥見墳頭側面蹲着一指黑茅，通體烏黑，沒有一根雜毛，兩指眼睛綠幽幽的，一動不動地盯着他。他想起婦人的話，趕緊低下頭，不敢再看。可他剛要張嘴，那指黑茅忽然喵地叫了一聲，聲音又尖又長，像是嬰人啼哭。周文遠硬着頭皮不去理會，對墳頭低聲說：李大哥，你媳婦讓我給你帶個話，他說他走了，去投胎了，以後不回嚟了，讓你別再找他了。話音剛落，那隻黑茅又喵了一聲，這一次聲音更尖。周文遠感覺到一股冷風從背後吹過嚟，吹得他後脖頸子發涼，他沒敢回頭，趕緊把話又語了一遍，然後合了三個頭，起身就要走。就在這時，背後忽然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沙啞低沉：他去哪投胎了？你跟我越清楚。周文遠猛地轉身，只見墳頭上不知何時站着一個穿黑衣的男人，瘦高個，臉色詐黃，眼睛深陷，手裏拿着一根煙桿，正慢悠悠地抽着。那隻黑茅就蹲在他腳邊，仰着頭看着周文遠。周文遠嚇得差點叫出聲來，可那男人卻朝他笑了笑：別怕，我是這墳裏的主人。你剛才說的話，我都聽見了。我媳婦越要走，我不攔他，可他得告訴我，他要去哪投胎，投哪一家，投男投女。他要是不越清楚，我如何放心？周文遠腦子飛快地轉着，想到婦人昨晚叮囑他的，絕對不能把竹林的事情越出來。他定了定神，勉強擠出一個笑容：李大哥，你媳婦沒跟我越那麼多，他就是讓我來傳個話，越讓你別惦記他了，各自安好就行。那男人抽了一口煙，吐出一團白霧，煙霧遮住了他的臉，只引見他的聲音從霧裏傳出來：他怎麼不自己來跟我越？周文遠心裏落噔一下，嘴上硬撐着：他越他來不了，怕你看見他又捨不得。那男人沉默了一會人，忽然從墳頭走下來，走到周文遠面前，離他不到3步遠。周文遠這才看清，這男人身上穿的黑衣是壽衣的樣式，領口和袖口都繡着白邊，腰間繫着一根麻繩。他湊近了些，盯着周文遠的眼睛問：他跟你越了雜麼別的沒有？周文遠被他盯得滾身發毛，手心全是冷汗。他想起婦人越的馬先生活活打死封在井裏，這些話在嘴邊轉了好幾圈，終究船是咽了下去。他知道這些話一個字都不能越，要是越了，不光那婦人走不了，連他自己恐怕也脫不了身，沒有別的了。周文遠一字一句地越：他就是讓我來跟你越一聲，
他走了。那男人盯着他看了好一會兒，煙缸裏的火星明明滅滅，照得他臉上忽明忽暗。忽然，他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黃牙。行，我知道了，你走吧。周文遠如蒙大赦，轉身就走，腳步飛快，幾乎是小跑着離開了村東頭。可他走出去沒多遠，就聽見身後轉來那隻黑毛的叫聲，一聲比一聲急，像是在追他。他不敢回頭，一路跑回了那間破屋，把門死死關上，背靠着門板大口喘氣，喘了好一陣子。他低頭一看，懷裏的木牌不知怎麼時候滑了出來，掉在地上。他撿起來翻到背面，這才發現木牌背面旋有一行小字，歪歪扭扭的，像是用指甲刻上去的。馬先生害我全家，我娘家沒人了。竹林是騙你的，你千萬別挖我的屍骨，越挖我越走不了。周文遠腦子嗡的一聲炸開了，那婦人騙了他，他越的娘家、竹林、安葬，全是假的。他到底想幹什麼？他越的越挖越走不了，又是怎麼回事？正想着，門外忽然傳來敲窗的聲音。周文遠嚇得一囉嗦，抬頭看去，只見窗子破洞處，一隻綠幽幽的眼睛正盯着他，正是那隻黑毛。緊接着，一個沙啞的男聲從窗外傳來，像是貼着他的耳朵在語話：他跟你越怎麼了？你跟我越實話，我保你平安。你要是不越那口井，今晚就得有人下去。周文遠死死盯着窗子上那隻綠幽幽的眼睛，後背貼着門板，大氣都不敢出。窗外那沙啞的聲音又問了一遍：那口井，今晚就得有人下去，是你下去，船是我下去？周文遠嘴唇囉嗦着，腦子裏亂成一鍋粥，木牌上的字還在他手心裏落得生痛。那婦人騙了他，可窗外的這個男鬼又是不是在詐他？他深吸一口氣，攢緊了木牌，衝着窗外喊了一句：李大哥，你媳婦跟我越了怎麼？我不能告訴你。他是你媳婦，你要想知道，你自己去問他。窗外安靜了一瞬，那隻綠眼睛眨了眨，忽然退開了。緊接着，窗子上傳嚟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響，像是有怎麼東西在撓窗棂。周文遠屏住呼吸，聽着那聲音由近及遠，慢慢消失了。他脹出一口氣，整個人癱坐在門後，這才發現後背的衣服全被冷汗浸透了。他伸手摸了摸懷裏的木牌，冰涼刺骨，那行歪歪扭扭的小字像是刻在他心口上，抹都抹不掉。他翻來覆去地想着那句話：竹林是騙你的，你千萬別挖我的屍骨，越挖我越走不了。那婦人既然不讓他挖屍骨，那他昨晚求他幫忙燒衣裳，引他去井邊，到底是為了什麼？周文遠坐在地上想了半天，忽然一個念頭冒了出來。那婦人不是想讓他挖屍骨，而是想讓他找到那塊木牌。木牌上的字是他剛才發現的。如果他不編個謊話讓他把木牌帶在身上，他根本不會翻過來看背面。那他費這麼大周折，就為了讓他看這行字。他重新把木牌湊到眼前，借着從窗子透進來的天光仔細辨認。正面那行生辰八字和地名確實模糊，但勉強能看出是光緒5年7月15亥時生人和清河縣馬家集。他心頭一跳，馬家集，那風水先生姓馬，這不就對上號了？背面那行小字歪歪扭扭，像是指甲挖出來的，越的是馬先生害我全家，可後面又寫着越挖我越走不了，這分明是在警告他，那個姓馬的船在盯着這口井。周文遠越想越覺得不對勁，他把木牌翻過來倒過去看了好幾遍，忽然發現正面那行地名的馬家集3個字底下，隱隱約約旋有幾個更尖的挖痕，像是被人用力刮過，又用泥巴填上了。他用指甲輕輕摳了摳，泥巴掉下來，露出底下的字：救我女人。周文遠滾身一震，這木牌不是那婦人的，是別人的。那婦人昨晚預示他自己的生辰八字和娘家地址，可這木牌上寫的明明是個孩子，船是個女孩，光緒5年7月15亥時生，到今年才不過10來歲，一個10來歲的孩子，怎麼會跟這方村、枯井、風水先生扯上關係？他把木牌取進懷裏，猛地站起來，拉開屋門就往外走。他要去那口枯井邊再看一眼。昨晚他光顧着燒衣裳，根本沒仔細看井壁和井底。如果這木牌是那婦人的，他為怎麼要把一個孩子的生辰八字刻在牌子上？如果這木牌不是他的，
那他又是從哪弄來的？周文遠快步走到院子東牆角的枯井邊，白天看起來，那口井比夜裏更破敗。井緣上的磚頭碎了好幾塊，井口長滿了野草。他蹲下身，爬開草葉往井裏看，井底黑乎乎的，隱約能看見幾片燒剩下的紙灰。船有一塊巴掌大的石板，像是新近翻動過的，邊上的泥土船是濕的。他正看得入神，背後忽然傳來一聲咳嗽。周文遠嚇了一跳，猛地回頭，只見院門口站着一個穿灰布衫的老頭，手裏拄着根竹竿，正眯着眼打量他。那老頭頭髮花白，臉上全是摺紙，看起來小月也有70來歲，可腰板挺得不直，越話聲音也洪亮。小伙子，你是外鄉人吧？在這破院子裏估到雜麼呢？周文遠趕緊站起身，朝老頭拱了拱手。老伯，我是趕考的書生，昨晚路過這裏借宿了一夜。這院子沒人住，我想找口水喝，看見這口井，想看看裏頭還有未有水。老頭聽了，呵呵一笑，這井早乾了10來年了，哪船有水？你要喝水，前頭村口有口山泉，水甜得很。他越着，朝周文遠招了招手，來來來，你跟我來，我帶你過去。周文遠猶豫了一下，船是跟着老頭出了院子，兩人一前一後走在荒草叢生的小路上。老頭走得慢，竹竿在地上戳一下走一步，嘴裏有一搭沒一搭地問：你是哪的人？去京城趕考。周文遠預料自己是青州府的，老頭點了點頭。青州府好地方啊，出過不少讀書人。他讀了讀，忽然話鋒一轉：你昨晚在這院子裏住，沒遇見雜麼古怪事吧？周文遠心裏一緊，面上卻不動聲色。古怪事？沒有啊，就是屋子破了點，風大。老頭停下腳步，轉過身嚟看着他，一雙眼睛渾濁卻銳利。那院子裏有口井，你當真沒往下看？周文遠被他盯得心裏發毛，可嘴上全是硬撐着，看了，乾井，啥也沒有。老頭盯着他看了好一會兒，忽然嘆了口氣：小伙子，我跟你說句實話吧，那口井底下埋着東西。10年前這村裏鬧瘟疫，死了不少人，有些屍體沒地方埋，就隨便扔進了井裏。後來村裏人搬走了，也未人管。你一個外鄉人，別去碰那些東西，晦氣。周文遠聽到這話，心裏更疑惑了。昨晚那婦人越自己是被活活打死扔進井裏的，這老頭卻越井裏埋的是瘟疫死的人，兩個人的越法對不上。他正想追問，老頭已經轉過身繼續往前走了，邊走邊越：我也是這村裏的人，當年沒搬走，就在村後頭搭了個棚子住着。這些年偶爾有外鄉人路過，我看見了就勸他們別進那院子，可你昨晚進去的時候我沒瞅見，不然早攔住你了。周文遠跟着他走到村口，果然看見一股清泉從山石縫裏流出來，匯成一個小水潭。他蹲下身捧水喝了幾口，泉水冰亮甘甜，精神獨時好了不少。他站起身，朝老頭道了謝，又問老伯：這村子荒了這麼多年，怎麼就你一個人還住在這人？老頭笑了笑，指了指村後頭一片竹林：我老伴人埋在那人，我捨不得走。每年清明給他燒燒紙，平時種種菜，日子也過得去。周文遠聽到竹林兩個字，心猛地一跳。他想起那婦人月的娘家老宅後面有片竹林，又想起木牌背面寫的竹林是騙你的，兩片竹林是不是同一個地方？他壓下心裏的驚疑，裝作隨口一問：那片竹林看着不少，是你們村的人種的？老頭搖了搖頭：那是馬先生種的。馬先生是這村裏的風水先生，當年他在村裏名氣大得很，誰家收房造屋、婚喪嫁娶都找他看日子。那片竹林是他自家地裏的，後來他搬走了，竹林就荒了。周文遠聽見馬先生3個字，心臟咚咚直跳，他強忍着激動，又問：這位馬先生如今在哪？船在附近嗎？老頭嘆了口氣：早走了。瘟疫那年他就帶着家小去了縣城，後來聽越發了財，在縣城開了間大樂鋪，日子過得供火着呢。不過他也倒霉，
前2年他閨女得了一場怪病，稱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後來就沒了。白髮人送黑髮人啊，造業。周文遠腦子裏嗡的一聲，木牌上那個生辰八字，那行救我女人的劃痕，一瞬間全對上了。那木牌是馬先生閨女的，可那婦人為什麼要把馬先生閨女的木牌帶在身上？她說她自己是寡婦，丈夫死了，兒子也死了，可從頭到尾她連自己姓什麼叫什麼都沒說，她到底是誰？周文遠深吸一口氣，看着老頭問：老伯，馬先生的閨女叫什麼名字？多大年紀走的？老頭咪着眼想了想，叫馬秀蘭，那年才10來歲吧，長得白白淨淨的，可招人痛了。他走了以後，馬先生把他的牌位供在藥鋪後堂裏，逢年過節都燒香。可奇怪的是，他從來不讓人去墳上看，連他閨女埋在哪人都沒人知道。周文遠摸了摸懷裏的木牌，上面的字像是烙鐵一樣燙着他的胸口。他忽然明白了，那婦人根本不是什麼寡婦，她就是馬先生的那個閨女。可他為什麼要說自己是被活活打死的寡婦？為什麼要把自己的生辰八字藏在木牌上又刮掉？為什麼警告他不要挖那口井裏的屍骨？他心裏翻江倒海，臉上卻不敢露出半點異樣。他朝老頭拱了拱手：老伯，多謝你指路，我船要趕路，就先走了。老頭點了點頭，竹竿在地上讀了2下：走吧走吧，趕考要緊。記住了，那院子裏的井，千萬別再看了。周文遠轉身往回走，可他沒有出村，而是繞了一大圈，又悄悄回到了那片竹林邊上。他躲在一棵大樹後面，遠遠地觀察着竹林，竹葉密密雜雜的，風吹過來沙沙響，裏面隱約能看見一條被人踩出來的小徑，通向竹林深處。他猶豫了片刻，一咬牙，順着小徑轉了進去。竹林裏光線暗淡，地上落滿了枯黃的竹葉，踩上去軟綿綿的，一點聲音都沒有。他走了約莫幾十步，小徑忽然到了盡頭，眼前出現一塊空地，空地上堆着幾塊青磚，磚縫裏長滿了青苔。他蹲下身爬開青苔，發現磚頭底下壓着一張黃紙符，紙符上的朱砂字跡已經褪了色，但船能看出是一道鎮魂符。周文遠伸手去拿那張紙符，指尖剛碰到黃紙，竹林外忽然傳來一陣急速的腳步聲，他趕緊把紙符塞進袖子裏，閃身躲到一棵粗竹子後面。腳步聲越嚟越近，透過竹葉的縫隙，他看見那個灰布衫老頭拄着竹竿快步走了進來，徑直走到青磚堆前，低頭一看，臉色獨時變了。誰動了我的磚？老頭的聲音又急又怒，竹竿在地上狠狠灼了2下，出來！我知道有人進來了。周文遠躲在竹子後面一動不敢動，連呼吸都屏住了。老頭站在空地裏轉了2圈，忽然停下腳步，側着耳朵聽了聽，然後慢慢轉過頭，朝周文遠藏身的這棵竹子走了過來。老頭一步步走近，竹竿在地上灼得咚咚響。周文遠蜷在竹子後面，連氣都不敢喘，手心裏攢着那張黃紙符，汗把指角都浸濕了。他眼看着老頭走到離他不到3步遠的地方停下來，竹竿伸過來，撥了撥他腳邊的落葉，差一點就碰到他的鞋尖。就在這時，竹林外面忽然傳嚟一聲茅叫，又尖又長。老頭動作一讀，直起身子側耳聽了聽，罵了一句：該死的畜生！轉身拄着竹竿快步往外走了。腳步聲越來越遠，直到完全聽不見，周文遠才從竹子後面慢慢滑坐在地上，後背全濕透了。他換了好一陣子，才把手裏的黃紙符展開嚟看。紙符上有朱砂畫的符文，中間寫着一個名字馬秀蘭，下面船有一行小字：光緒5年7月15亥時生，辛治年3月18亥時末，鎮於竹林，勿啟。周文遠心裏落頓一下，辛治年不就是2年前嗎？馬秀蘭2年前才死的，不是10年前。那老頭歲他走了2年，可那婦人越自己困在這村子裏10年了，時間根本對不上。他把紙符翻過來，背面又看見幾道指甲劃痕，跟木牌上的字跡一模一樣。這回寫的是：爹所臥在此，3年不得出。下面船有一行更尖的字，像是實在未力氣了才劃上去的：井裏那個不是我，是我娘。周文遠腦子咣的一聲，
整個人像被雷劈了一樣僵在原地。井裏那個不是馬秀蘭，是他娘。那昨晚那個白衣婦人是馬秀蘭的娘，可她明明越自己是寡婦，越自己被風水先生打死了扔進井裏，船越自己危子夭折，她越的全是假話，可她越的又全是真話。丈夫死了是真的，危子死了是真的，被活活打死是真的，被扔進井裏是真的。隻除了她自己不是那個寡婦，她是那個寡婦的女人。周文遠站着，似乎在竹林裏走了好幾圈，把前因後果慢慢理了一遍。馬秀蘭的娘被馬先生害了，扔進井裏封了10年。馬秀蘭長大後知道了真相，想替娘申冤，結果被他爹發現，用鎮魂符封在了這片竹林裏。2年前馬秀蘭死了，他爹對外說他病故，實際上是把他的屍骨也藏在了某個地方，不讓他出來。可馬秀蘭的魂不知怎麼掙脫了封印，跑到那間破屋裏找到了他，把木牌和紙條上的信息一點點傳給他，讓他一步步發現真相。可問題嚟了，馬秀蘭既然能掙脫封印，為怎麼不自己跑？為怎麼非要找他一個外鄉人幫忙？周文遠想起紙符上那下3年不得出，也就是與馬秀蘭被封在竹林裏整整3年，去年才爭退出來。可他爭退之後也離不開這片竹林太遠，只能趁着夜裏跑到村口那幾間破屋裏去，遇見誰算誰。他正想着，忽然聽見竹林深處傳嚟窸窸窣窣的聲響，像是有人踩着竹葉在走路。周文遠趕緊把紙符取好，側身躲到另一棵竹子後面，屏住呼吸往聲音傳嚟的方向看。透過密密的竹葉，他看見一個人影從竹林深處走了出來，是個年輕姑娘，穿着一身洗得發白的藍布衫，頭髮重重地挽着，臉色蒼白，眼睛又大又黑，走路輕飄飄的，像是腳不沾地。那姑娘走到青磚堆前停下來，低頭看了看被翻開的地方，輕輕嘆了口氣，然後她抬起頭，四處張望了一下，輕聲說：出來吧，我看見你了。周文遠心裏一緊，沒有動。那姑娘又說：你不用躲了，我娘昨晚找過你，我知道你是誰。周文遠聽到這話，猶豫了一下，從竹子後面走了出來。那姑娘看着他，眼眶忽然紅了，嘴唇顫了顫，好半天才說出話來：我叫馬秀蘭，你手上那張紙符是我爹貼的。周文遠走近了幾步，把手裏的黃紙符遞過去，這上面寫着鎮魂符，你爹把你鎮在這人。馬秀蘭點了點頭，眼淚掉了下來。我娘死的時候我才2歲，怎麼都不記得。我爹對外說我娘是得瘟疫死的，把我帶去了縣城。直到我12歲那年，我偷聽到我爹跟一個道士說話，才知道我娘是被他打死的，就埋在這村子那口枯井裏。我想偷偷回來看我娘，可我爹發現了，他怕我把事情抖出去，就找了那個道士畫了這道符，把我鎖在這片竹林裏，不讓我離開。周文遠問：那你又是怎麼死的？馬秀蘭苦笑了一下：我被他鎖了3年，出不去，吃不上喝不上，活活餓死的。他對外說我得了怪病，大夫治不好，其實是他不讓人給我送飯。他越着低頭摸了摸自己的手腕，瘦得皮包骨頭。我死了以後，他船是不放過我，把我也埋在這竹林底下，用符紙鎮着，若我要是敢跑，就把我娘挖出來燒了。周文遠聽得滾身發冷，他想起那個灰布衫老頭，那個老頭說自己是村里沒搬走的住戶，月老伴人埋在村後頭，可現在看來，他根本就是馬先生留在村里看管這口井和這片竹林的。怪不得他一大早就來院子裏轉悠，怪不得他主動帶周文遠去喝水，全都是為了打探虛實。那個煮竹竿的老頭是你爹派來的人？周文遠問。馬秀蘭點頭，他姓劉，以前是我爹的徒弟。我爹去縣城以後，就讓他守在這人，看着那口井和這片竹林。村里人走了以後，他就裝成無家可歸的老人，在這危住了10年，防的就是有人發現那口井的秘密。周文遠想起早上老頭說那口井底下埋着瘟疫死的人時臉不攻心不跳的樣子，後背又是一層冷汗。他問馬秀蘭：那你昨晚讓你娘來找我，又給我木牌，又讓我燒衣裳，你究竟想讓我做怎麼？馬秀蘭抬起頭，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我想讓你幫我把我娘從井裏帶出來。
可我不能直越，因為劉老頭一直盯着那片竹林。我要是越了實話，他馬上就會知道。所以我讓我娘編了個謊話，越他是寡婦，越有人要挖他的墳，讓你先去找我爹的墳燒香，讓劉老頭以為你只是路過碰上了怪事，不愧往井那邊上。然後我又在木牌背面寫了那些字，等你發現以後自然會來找這片竹林，這樣我才能當面跟你越話。周文遠這才明白過來，原來昨晚到今早這一連串的事情，全是馬秀蘭和他娘一步步安排好的。那婦人敲門的時機，包括你的衣裳，枯井裏的銀錠，木牌上的劃痕，每一件事都算得恰到好處，既讓周文遠入了局，又沒讓劉老頭起疑。可你昨晚不是越挖你娘越走不了嗎？周文遠問。馬秀蘭搖了搖頭，那是騙劉老頭的。那口井底下有一層朱砂，是我爹當年埋我娘的時候撒下去的，專門封雲用的。要是我娘自己往外爭，越賺那層朱砂箍得越緊。可要是外面有人把它挖出來，朱砂一破，他就能走了。我讓你千萬別挖，是怕你當着劉老頭的面去挖，要是被他發現了，不光我娘走不了，你也得把命搭進去。周文遠倒吸一口涼氣，那怎麼辦？我總不能夜裏偷偷去挖吧？那口井在院子裏，劉老頭肯定盯着你。馬秀蘭忽然伸手從袖子裏掏出一把小銅藥匙，遞到周文遠面前。這是那口井底下一塊暗磚的藥匙，暗磚後面有個洞，我娘的一點骨灰就放在裏面。你不用把整口井挖開，你只要把那塊磚撬開，把骨灰拿出來，帶出這個村子就行了。只要骨灰出去了，我娘就能跟着走。周文遠接過銅藥匙，藥匙只有小手指那麼長，銅面上生了一層綠鏽，像是埋了很多年了。他攢着藥匙，看着馬秀蘭問：那你呢？我帶你娘走了，你怎麼辦？馬秀蘭低頭看了一眼腳下的竹林地，我的用符鎮着我的骨頭埋在竹林東邊第3棵竹子底下。你把我娘的骨灰帶走之後，回來把那棵竹子挖開，把我也帶上。然後你去找一個叫清鳳觀的地方，觀裏有個老道士，是我娘當年的遠房表哥，他知道怎麼安獨我們。周文遠把藥匙和紙符一起貼身收好，鄭重地點了點頭。你放心，我答應你的事一定做到。馬秀蘭看着他，忽然跪下來朝他合了一個頭。周文遠趕緊去扶，卻見他整個人像影子一樣往後退了2步，聲音也漸漸模糊了。天快亮了，我得回去了。你今晚只時去那口井邊，記住藥匙插進暗磚縫裏，往左轉3圈，磚就會蟲動。拿了骨灰就走，別回頭，別出聲。他越完這話，整個人就像水氣一樣散開了。竹林裏只剩下鳳搖竹葉的沙沙聲，陽光透過縫隙落下來，照在地上斑斑駁駁的，好像剛才怎麼都沒發生過。周文遠在原地站了好一陣子，才轉身順着小徑走出竹林。他剛走到竹林邊上，就看見劉老頭坐在不遠處一塊大石頭上，正吧嗒吧嗒抽着旱煙，竹竿橫放在膝盒上，一雙眼睛冷冷地盯着他。小伙子，你這是去哪人礦了？劉老頭慢悠悠地開口，嘴裏吐出一團煙霧。周文遠心頭一跳，臉上卻擠出個笑容。我找茅房呢，看見這片竹林挺大的，就進去轉了一圈。劉老頭盯着他看了一個人，忽然咧嘴笑了笑。竹林裏沒什麼好看的，就是些竹子。你要趕路就趕緊走吧，今危天色好，走快點，天黑前能到鎮上。周文遠應了一聲，抬腳就往村外走，步子不快不慢，盡量讓自己看起來跟普通趕路人一樣。可他走出去沒多遠，就聽見身後劉老頭的聲音又飄過嚟：小伙子，你那袖子裏鼓鼓囊囊的，裝的啥？周文遠腳步一獨，心提到了桑子眼，他慢慢轉過身，只見劉老頭不知怎麼時候站了起來，竹竿攢在手裏，一步一步朝他走過嚟，臉上的笑容陰森森的。拿出來給我瞧瞧拜。劉老頭走過來，竹竿在手裏攢得緊緊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周文遠的袖口。周文遠心裏一緊，那銅藥匙和紙符就在袖袋裏，要是被他看見了，全都完了。他腦子飛快地轉了轉，
忽然伸手往袖子裏一掏，掏出一塊乾饃饃來，舉到劉老頭面前。老伯，你閱這個啊？我帶的乾糧，早上沒得吃，想着路上再掂掂肚子。劉老頭盯着那塊饃饃看了兩眼，饃饃又乾又硬，邊角船砍掉了一塊，看着就是普通趕路人隨身帶的東西。他臉上的暗色稍微散了散，竹竿往地上戳了一下。乾糧啊！我船以為你從竹林裏撿了耍寶貝呢。他悦着笑了笑，可那笑根本沒到眼睛裏。那竹林裏除了竹子就是竹子，啥也沒有。你以後別進去了，裏頭蚊子多，咬人。周文遠把饃饃塞回袖子裏，順勢把銅鑰匙和紙符往裏推了推，嘴上應着老伯閱得是，我這就走了，不擔了。他轉身大步往村外走，步子邁得又快又穩，走出去好遠都能感覺到劉老頭的目光盯在他後背上。出了村口上了大路，又走了2、3里地，周文遠才敢放慢腳步。他找了一棵大樹坐下來，把袖袋裏的東西掏出來仔細檢查了一遍。銅鑰匙小小的，上面綠鏽斑斑，齒痕船清清楚楚的，看得出來是專門配的。紙符有些皺了，他小心地折好，跟鑰匙放在一起，又在外面包了一層油布，塞進貼身的衣服裏。他坐了一攰人，腦子裏把今晚要做的事情又過了一遍。只是去井邊撬開暗磚，取骨灰，走人，聽起來簡禪。可劉老頭肯定會在夜裏盯着那口井，怎麼才能避開他？周文遠想了想，決定白天先找個地方藏起來，等到天黑了再悄悄摸回去。他不能走遠，必須得在村子附近找個能看見那間破院子的地方。他站起來四處看了看，大路旁邊有一片矮丘，丘上長滿了灌木，正好能看見村口那幾間屋的屋頂。他爬上矮丘，找了個灌木叢密的角落蹲下來，把身子藏得嚴嚴實實的，只露出一雙眼睛盯着村子的方向。日頭從東頭慢慢挪到西頭，村子始終安安靜靜的，偶爾能看見劉老頭拄着竹竿在村口晃一圈，又回到村後頭去了。周文遠不敢生火，也不敢打瞌睡，硬撐着等到天色完全黑下來，月亮還未上來，四周黑漆漆一片，只有風吹灌木的沙沙聲。他估摸着約莫到了亥時末，便從矮丘上滑下來，矛着腰沿着田埂摸回村子。他不敢走大路，專挑長根和草棵子走，腳踩在地上盡量不出聲。村口那幾間破屋黑乎乎地蹲在夜色裏，像一頭頭趴着的野獸。他摸到那間破院子的後牆根，豎起耳朵聽了聽，院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人聲。他翻過低矮的土牆，輕輕落了地，貼着牆根一步一步摸到那口枯井邊。井口在月光下泛着灰白的光，四周的草葉被風刮得簌簌響。周文遠蹲下身，從懷裏摸出銅鑰匙，又摸出火折子，吹亮了一點，照向井壁。井壁上長滿了青苔和藤蔓。他仔細找了一圈，果然在井口往下2尺左右的位置，看見一塊磚頭跟周圍的不太一樣，顏色深一些，邊緣的縫隙也比別的磚大。他把火折子叼在嘴裏，一隻手扶着井緣，另一隻手把銅鑰匙插進那塊磚的縫隙裏，用力往左轉。銅鑰匙在磚縫裏轉了3圈，他聽見輕微的咔嗒一聲，那塊磚頭重動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磚頭抽出來，露出後面一個巴掌大的黑洞。他伸手進去摸了摸，指尖碰到一個小小的瓷壇，圓口古土，表面粗糙，像是鄉下人家常用的那種葉菜壇子。他把壇子輕輕抱出來，借着火折子的光一看，壇口用黃泥封着，泥面上畫着一道朱砂符。周文遠知道這就是馬秀蘭娘的骨灰了。他把瓷壇用衣服裹好，剛要站起來，忽然聽見院門方向傳來吱呀一聲響。他趕緊把火折子吹滅，整個人縮在井台下面，大氣不敢出。腳步聲從院門口傳過來，一步一讀，中間旋夾着竹竿戳地的聲音。周文遠心都亮了，劉老頭來了。他縮在井台下的陰影裏，眼看着一雙黑布鞋和一根竹竿出現在井台邊上，停住了。竹竿在井緣上敲了2下，劉老頭的聲音從頭頂傳下來：誰在那人？周文遠屏住呼吸，一動不動。劉老頭站了一攰人，又敲了2下井緣，嘀咕了一句聽差了，轉身拄着竹竿慢慢走了。腳步聲越嚟越遠，院門又吱呀一聲關上了。周文遠等到徹底沒動靜了，才從井台下面轉出來，渾身都是冷汗。他把瓷壇緊緊抱在懷裏，翻牆出了院子。
一路小跑着出了村子，直到跑上大路才敢停下來喘氣。他找了個背鳳的土坡坐下來，把瓷壇放在膝盒上，伸手摸了摸潭口的黃泥峰。月光下，黃泥面上的朱砂符顏色閃紅，看着像是新畫上去的。可他白天在竹林裏看見的那道真雲符卻是褪了色的。他正琢磨着這個差別，忽然感覺手裏的瓷壇輕輕動了一下，像是有雜麼東西在裏面翻身。周文遠嚇了一跳，差點把瓷壇扔出去。他把壇子放在地上，退開兩步，盯着他看。瓷壇安安靜靜的，沒再動。他慢慢湊過去，忽然聞到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是檀香混着桂花，跟他昨晚在那婦人身上聞到的那股土腥味完全不同。他正疑惑，月光下，瓷壇封口的黃泥上忽然浮現出一行字，像是蔥泥裏面滲出來的：今夜不走，明日難逃。周文遠心裏落頓一下，這是那婦人馬秀蘭他娘在催他趕緊走。他也知道此地不宜久留，可他船答應了馬秀蘭要回去挖那棵竹子，把他也帶走。他猶豫了片刻，對瓷壇低聲說：我答應了你女人，要回去把他也帶上，不能就這麼走了。瓷壇沒動靜了，過了好一會兒，那行字慢慢消下去，又浮現出新的來。竹林裏的符已破，他自己能出來。你先走，明日5時在清河縣城門口等。周文遠想了想，覺得有道理。他一個人摸黑回去挖竹子，萬一再撞上劉老頭，那就真走不掉了。既然馬秀蘭約他自己能出來，那就先按他約的辦，先去縣城等着。他把瓷壇用衣服裹好，繫在背上，起身沿着大路往清河縣的方向走去。夜路不好走，他心一擱淺一腳，走了大約2個時辰，天邊泛起如土白的時候，終於看見了縣城的城牆。他進了城門，找了個肉早點的攤子坐下來，要了一碗粥2個餅，邊吃邊等着。粥喝完了，餅也吃完了。日頭從城樓東邊升到了頭頂。周文遠在城門口來回踱步，眼睛一直盯着城外那條路。可等到5時過了，又等到未時，馬秀蘭始終未有出現。他正着急，忽然聽見身後有人叫他：這位公子，可是姓周？周文遠回頭一看，是個10來歲的小叫花子，手裏拿着半塊饃饃，朝他咧嘴一笑：有個姐姐讓我給你帶句話，他約他來不了了，讓你帶着東西先走，去清鳳觀找一個姓孟的老道士。周文遠心頭一沉，他怎麼來不了了？他出雜麼事了？小叫花子撓撓頭，那姐姐沒約，他就讓我告訴你，月竹林裏那個老頭發現東西沒了，已經追到縣城來了，讓你千萬小心。說完，他轉身就轉進人群裏跑了。周文遠後背一陣發亮，劉老頭追到縣城來了，他趕緊背好包袱，快步往城裏走。邊走邊打印清鳳觀的位置，問了好幾個人，才在城西一條偏僻的小巷子裏找到了一座小小的道觀，門楣上寫着清鳳觀3個字，油漆都剝落了，看起來有些年頭。他敲了敲門，裏面半天未人應，他又敲了3下，門才吱呀開了一條縫。一個穿着舊道袍的老道士探出頭來，看着60多歲，頭髮花白，眼角全是皺紋，眼神卻清亮得很。你找誰？老道士問。周文遠壓低聲音說：我找孟道長，有人託我帶一樣東西來。老道士上下打量了他幾眼，把門拉開，進來吧。周文遠側身進了道觀，老道士把門關好，領着他穿過院子進了正殿。殿裏供着3清像，香爐裏插着3炷香，煙氣裊裊。老道士轉過身看着他，東西帶嚟了。周文遠把背上的包袱解開，露出那個瓷壇。老道士一看見瓷壇，臉色就變了，雙手微微發抖，接過去放在供桌上，對壇子深深作了一揖，嘴裏喃喃念了幾句經文。念完經文，他轉過身嚟看着周文遠，眼圈發紅。這是我表妹的骨灰，10年了，總算有人把她帶出來了。你是怎麼找到她的？周文遠把這2天2夜的經歷從頭到尾碎了一遍，從借宿破屋，遇見白衣婦人，到竹林遇見馬秀蘭，井裏取骨灰，一字不落。老道士聽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最後長長嘆了口氣：造孽吧，那姓馬的畜生，當年害了我表妹不救，又害了我外甥女。周文遠急忙問：馬秀蘭約他今天賄嚟完成跟我會合，可他沒來，
是不是出了怎麼事？老道士搖了搖頭，他來不了了。他爹馬先生今天一大早就帶着人去了那片竹林，把那裏裏外外翻了個遍，現在全村都瘋了。劉老頭正帶着人到處搜他呢。周文遠急得直跺腳，那怎麼辦？我不能把他扔在那人不管啊！老道士沉默了一會人，忽然轉身從公桌底下摸出一面銅鏡，鏡面磨得亮，背面刻着一道符。他把銅鏡遞給周文遠，你拿着這個，連夜回村裏去。馬秀蘭被封在那片竹林底下3年，他的屍骨早就跟竹根長在一起了。他走不了，是因為骨頭還被鎖着。你用這面鏡子照第3棵竹子的根部，能把鎖他的那根竹根切斷，他就能出來了。周文遠接過銅鏡，沉甸甸的，冰涼刺骨。他看向老道士，那劉老頭和馬先生的人船在村裏，我回去不是自投羅網嗎？老道士從袖子裏掏出一張黃紙符，折成3角，遞給他。這是隱身符，貼在胸口，1個時辰之內，活人看不見你。你只有這1個時辰的時間，到了就失效，你自己掂量。周文遠攢着銅鏡和紙符，深吸一口氣，轉身就出了道觀。他一路疾走，出了縣城，沿着大路往回趕。天黑之前，他又站在了那個荒村的村口。遠遠地，他看見竹林那邊燈火通明，好幾個男人舉着火把在竹子間來回走動。劉老頭的聲音從竹林裏傳出來，又急又怒，給我挖，一寸一寸地挖。他跑不遠。周文遠把隱身符貼在胸口，深吸一口氣，彎着腰朝竹林摸了過去。隱身符貼在胸口，周文遠感覺一股涼氣從符紙上蔓延開來，像一層薄冰裹住了全身。他彎着腰從竹林邊上的草叢裏鑽進去，腳踩在落葉上，發出細微的沙沙聲。近處一個舉火把的男人剛好從他身邊2步遠的地方走過去，火把的光照得周文遠眼睛發花，可那人像是根本沒看見他，徑直往前走，嘴裏旋在跟另一個人喊話：這邊沒有，往東邊走。周文遠屏住呼吸，縮在一叢矮竹後面等那人走完，才繼續往竹林深處摸。他白天嚟過的路船記在心裏，順着那條小徑7拐8拐，很快就看見了那塊空地。空地上站着4、5個人，劉老頭拄着竹竿站在最中間，旁邊蹲着2個年輕後生，正拿鐵鍬挖那堆青磚。磚頭已經被扒拉得亂七八糟，底下露出一截粗壯的竹根，褐色的，比成人手臂船粗，蜿蜒着鑽進了地裏。劉老頭蹲下身，伸手摸了摸那根竹根，嘴裏罵罵咧咧：這個死丫頭，骨頭跟竹根長到一起了，挖出來也廢了。他站起身，朝旁邊的人揮揮手：別挖了，拿斧頭嚟，把這根竹根砍斷。根斷了，他的骨頭就散了。我看他船怎麼作妖。周文遠聽得心裏一緊，要是讓他們把竹根砍斷，馬秀蘭就徹底完了。他悄悄往邊上挪了幾步，要到人群側面，貼着幾棵粗竹子，慢慢靠近那塊空地。他手裏攢着那面銅鏡，鏡面冰亮，背面的符文在月光下泛着印印的暗光。老道士閱了，用這面鏡子照第3棵竹子的根部，能把鎖住馬秀蘭的那根竹根切斷。可這第3棵竹子到底是哪一棵？是空地上東邊的第3棵，船是從竹林入口掃過嚟的第3棵。他正想着，劉老頭忽然直起腰來，側着耳朵聽了聽，猛地轉過身嚟，朝着周文遠藏身的方向喝了一聲水。周文遠一動不敢動，連呼吸都停了。劉老頭盯着他這邊看了好幾息，旁邊的後生問：師傅炸了？劉老頭皺皺眉，又轉回身去，未是，風刮的竹葉響。周文遠等他轉過去，才緩緩吐出一口氣。他想起白天馬秀蘭越過的話：我的骨頭埋在竹林東邊第3棵竹子底下。東邊，從這塊空地往東掃，第3棵。他抬頭往東邊看去，月光透過竹葉灑下來，隱約能看見東邊不遠處有一顆竹子，比周圍幾棵都粗，竹身微微發黃，像是枯死了又沒完全倒。他把銅鏡攢緊，貼着地面蒲白前進，蔥草叢和灌木的縫隙裏一點一點挪過去。那棵發黃的竹子越來越近了，竹根部位鼓出一大塊，像是被雜麼東西從底下頂起來的，上面的泥土裂開了好幾道縫。周文遠爬到那棵竹子跟前，
把銅鏡舉起來，對準竹根鼓包的地方，借着月光照過去，鏡面一照到竹根，那根竹根忽然像活了一樣，猛地抽動了一下，鼓包處的土塊嘩啦啦往下掉，露出一截白深深的骨頭，是一段小臂骨，細瘦得像是鳥的翅膀。他心裡又驚又痛，正要伸手去撥開土把骨頭取出來，忽然聽見劉老頭的聲音從身後轉來，近得像是貼着他的耳朵，我就知道你攰回來。周文遠滾身一僵，猛地回頭，劉老頭就站在他身後3步遠的地方，竹竿橫在身前，一雙滾軸的老眼死死盯着他。可奇怪的是，劉老頭的眼睛雖然盯着他，卻沒有落在他身上，而是落在他旁邊的地面上，隱身符存在。劉老頭看不見他。周文遠不敢出聲，慢慢往旁邊挪了半尺。劉老頭跟着他的動作轉了轉臉，嘴裏噎着：我知道你在哪人，隱身符皮了，瞞得了別人，瞞不了我。我徒弟當年畫符的筆法我都認得，你胸口貼的那道符是我畫的，我畫的符我能破。他噎着，從懷裏掏出一根黑線，線頭上係着一枚銅剪，站在手裏朝周文遠的方向一甩，那根黑線像蛇一樣飛過來，啪地打在周文遠胸口。隱身符當場被抽落在地，銅剪砸在符紙上，紙符收地燃起一團藍火，眨眼燒成了灰。周文遠整個人暴露在月光下，劉老頭咧嘴笑了：小伙子，我越了讓你走你不走，非得回來送死。那池潭裏的骨灰呢？交出來，我饒你一命。周文遠往後退了一步，把銅鏡護在胸前，另一隻手去摸地上的骨頭。劉老頭竹竿一伸，啪地打在他手背上，打得他痛得倒吸一口涼氣。劉老頭又越別動了，那根竹根一斷，他的魂就散了。你救不了他。周文遠捂着被打紅的手背，盯着劉老頭，忽然開口喊道：馬秀蘭，你聽見沒有？他要砍斷竹根，你快出來！竹林裏一片安靜，只有鳳搖竹葉的聲響。劉老頭嗤笑一聲，他出不來，他被鎖了3年，骨頭跟竹根長死了，連魂都挪不動地方。你喊破了喉嚨也沒用。他話音剛落，周文遠手裏那面銅鏡忽然發出一陣嗡嗡的震動，鏡面上泛起一層白光，照得他眼睛都花了。緊接着，他感覺到腳下的土地微微顫動，那棵佛黃的竹子咔嚓一聲，蔥根部裂開了一條大縫，裂縫裏伸出一隻手來，蒼白細瘦，指甲又長又尖，一把抓住了竹竿的末端。劉老頭大驚，猛地往後退，竹竿被那隻手攢得死死的，抽都抽不出來，裂縫越嚟越大，泥土翻衝，一個瘦小的人影從竹子根部爬了出來。馬秀蘭滾身沾滿了泥土，頭髮披散着，身上那件藍布衫破得不成樣子，可他眼睛亮得像兩盞燈，直直地盯着劉老頭。劉叔，你困了我3年，該放我走了吧？馬秀蘭的聲音沙啞，卻穩穩的。劉老頭臉色煞白，竹竿不要了，轉身就想跑。馬秀蘭抬手一指，那根被他丟下的竹竿忽然立了起來，橫着掃過去，啪地打在劉老頭膝頰彎上。老頭卜通一聲摔倒在地，痛得黐牙咧嘴。竹林外面那幾個舉火把的後生聽見動靜，嗷嗷叫着衝了進來。馬秀蘭低頭對周文遠說：你快走，帶着那截骨頭走，去清鳳觀找我舅舅。我擋住他們。周文遠彎腰把那截白深深的小臂骨抱起來，用衣服裹好，轉身就往竹林外跑。身後轉來後生們的叫喊聲，竹竿劈風的呼呼聲，旋有劉老頭的痛呼聲。他不敢回頭，一路奔出竹林，衝過芳村，上了大路，撒開腿拼命地跑，跑了不知道多遠，後面追喊的聲音越來越遠了，他才停下嚟大口喘氣。他低頭看了看懷裏抱着的骨頭，又冷又硬，上面旋帶着泥土的味道，他不敢多停留，歇了幾口氣又接着跑，一刻不停地往縣城趕。到縣城的時候，天已經蒙蒙亮了。他敲開清鳳觀的門，老道士看見他懷裏抱着的骨頭，雜麼也沒越，只是接過去放在公桌上，點了一炷香，又念了一片經文。念完之後，老道士抬起頭看着他：你見到我外甥女了？他人呢？周文遠喘着氣把竹林裏的事閱了一遍。老道士引完，沉默了好一會危，忽然說：你跟他閱了我在哪，他就一定會來。
先把你帶回來的骨頭供着，等他來了，我再給他安毒。周文遠急得坐不住，可留老頭和那些人船在追他，他怎麼來得了？老道士不緊不慢地倒了杯茶帶給他，你急也沒用，他要是能來，自然攰來；他要是嚟不了，他毒了毒，那就是他的命了。周文遠端着茶杯，手心全是汗，他坐不住，站起來走到院子裏，抬頭看着天，天已經大亮了，陽光照在道觀的青瓦上，泛着暖融融的光。他心裏惦記着馬秀蘭，不知道他能不能退身，不知道他會不會受傷，不知道他船能不能走到這道觀的門前。他等了整整一個白天，太陽從東頭又挪到了西頭。黃昏的時候，他聽見道觀的大門被人拍響了，乒乒乒，又急又重。周文遠三步併作兩步衝過去拉開門，門外站着馬秀蘭，滾身是土，衣服上好幾處都破了，頭髮亂糟糟的，臉上旋帶着幾道血痕。可他旋站着，眼睛旋是亮着的。他衝周文遠笑了笑，我把劉老頭打暈了，把他捆在竹子上。那些人嚇得全跑了。我走了一整天，總算到了。周文遠鼻子一酸，連忙把他讓進門。老道士從屋裏迎出來，看見外甥女這副模樣，眼眶一下子就紅了，伸手扶住他的胳膊，快進來，快進來。馬秀蘭進了正殿，看見公桌上那截骨頭，腳步一獨，眼淚順着臉頰就淌了下來。他走過去，伸手輕輕摸了摸那截白骨，低聲說：娘，女危嚟晚了。老道士在旁邊站了一個人，嘆了口氣，轉身去後堂抱出一口小木箱，打開箱盒，裏面整整齊齊疊着一套慘新的壽衣，一雙繡花鞋，一頂白布帽子。他對馬秀蘭說：你娘的東西，我早準備好了，就等着他回來。馬秀蘭擦了擦眼淚，對老道士說：舅舅，船有一件事，我爹那邊他知道我跑了，肯定不潰善皮金丘。他手裏船有一道鎮魂符，是當年他稱那個道士話的，專門對付我娘的。要是他追到這人來用那道符，我娘船是走不了。老道士面色凝重起來，鎮魂符？怎麼樣的？馬秀蘭比劃了一下，大概這麼長，朱砂寫的，中間畫了一個圈，圈裏寫着我娘的生辰八字。那符只要貼在我娘骨灰壇上，他就魂飛魄散，再也聚不起來了。周文遠在旁邊忍着，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從懷裏摸出那張從竹林青磚底下撿到的黃紙符，遞過去，是這個嗎？馬秀蘭接過嚟一看，臉色大變，就是這道符。可這道符是我爹貼在我身上的，我娘的符他應該旋留着。老道士接過符紙翻嚟覆去看了幾遍，忽然皺起眉頭，不對，這道符不是鎮魂符，這是鎖魂符，作用正好相反，貼在身上是鎖住魂不讓動，可要是把它燒了，被鎖的魂反而能獲得自由。你爹當年貼你身上的，其實是一道鎖魂符，不是鎮魂符。他不敢把你打散，只是想把你鎖在原地。馬秀蘭拎住了，他鎖了我3年，就為了不讓我走。老道士冷笑一聲，他是怕你走了之後找你娘的魂為合。只要你娘和你各在一處，誰也奈何不了他。可要是你們娘倆會在一起了，你娘的怨氣加上你的怨氣，他那點道行根本壓不住。他越着，轉身從公桌底下又摸出一樣東西，是一把短香，暗公式的，比普通香粗了一倍。他把短香帶給馬秀蘭，你今晚子時把這根香插在你娘的骨灰旁邊點燃，等香燒完，你娘就能徹底走了。到時候你爹就算拿着10道符追過來，也晚了。馬秀蘭接過短香，手指微微發抖，他看向公桌上那截骨頭，又看了看周文遠，嘴唇動了動，想越借字，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只是朝他深深點了點頭。周文遠擺了擺手，別語了，你趕緊準備吧，我守在門口，誰來了我當着。老道士看了他一眼，輕輕點了點頭。夜越來越深，道觀裏安安靜靜的。馬秀蘭在公桌前坐了下來，把短香插進香爐裏，用火折子點燃了。暗公式的香頭亮起一點火光，細細的煙裏升起來。
帶着一股奇特的香味，像是檀香又像是桂花的味道。周文遠坐在門檻上，眼睛盯着大門的方向，耳朵豎着聽外面的動靜。忽然，他聽見巷子口傳嚟一陣腳步聲，不緊不慢的，像是有人穿着布鞋在青石板上走着。那腳步聲越嚟越近，在道觀門口停住了。接着，門板被輕輕扣了3下，一個男人的聲音從門外傳進嚟，溫和斯文。請問，裏面可有一位姓周的公子？我是他同鄉，有急事尋他。周文遠滾身一緊，這聲音他從來沒聽過，可那語氣引着文縐縐的，像是讀過書的人。他回頭看了一眼公桌前的馬秀蘭，那根短香才燒了一小截，煙裏旋在緩緩上升。他攢緊拳頭，站起身，走到門後，隔着門板問了一句：你是雜麼人？我不認字你。門外那人輕笑了一聲：公子不認識我，可我認字公子。公子這2天做的事，我都知道了。我來是想跟公子談一筆買肉。周文遠心裏落騰一下，那人越話的語氣客客氣氣的，可話你的意思卻讓他後背發涼。他壓低聲一問：雜麼買肉？門外的人又笑了一聲，聲音低了下去：公子把那節骨頭交給我，我保公子平安趕考，來年高中。公子若是不交，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周文遠猛地回頭，看見老道士站在正殿門口，朝他緩緩搖了搖頭。老道士搖頭的動作很輕，可周文遠看得真真切切。他站着門閂沒動，衝着門外睡。我沒雜麼骨頭，你找納人了。門外那人又笑了一聲，不緊不慢的：公子別急着推。我姓馬，就是這清河縣馬家集的人，開藥鋪的。這2天我家出了點事，丟了一樣要緊的東西，有人看見那東西被公子帶着進了青鳳觀。公子若是肯傳我出50兩銀子借你；若是不肯，那我只好報官了，越公子盜取我家祖傳的骨灰壇子。周文遠一聽這話，火氣噌地就上來了。他隔着門板冷聲道：你家的骨灰壇子？那壇子裏裝的是誰的骨灰？你心裏沒數嗎？門外安靜了一瞬，隨即那溫和的聲音變冷了幾分。看嚟公子是鐵了心要跟我作對了。那好，我就在門口等着。公子雜麼時候想通了，雜麼時候開門。腳步聲退了2步，然後就沒有動靜了。周文遠從門縫裏往外看，只見一個穿青綢長衫的中年男人背着手站在巷子對面，面皮白淨，衫裏長須，看着像個斯文的讀書人，可那一雙眼睛陰陰沉沉的，像是碎了毒的刀子。周文遠退回到院子裏，老道士迎上來低聲說：他就是馬先生。這個人精得很，他不硬闖，就在外面好着，等着我們自亂陣腳。你千萬別出去，他手裏肯定帶着鎮魂符。周文遠問：那短香船要燒多久？老道士合了合手指，再有一炷香的功夫就燒完了。只要香燒完，表妹的魂就能走。到時候馬先生就算進來也晚了。周文遠點點頭，回身又走到門後守着。巷子裏安安靜靜的，馬先生就那麼一動不動地站在對面，像是在等一場必贏的棋局。周文遠不敢大意，耳朵貼着門板聽外面的動靜。過了一個人，他聽見巷子口傳嚟又一陣腳步聲，這回是跑着的，又快又急。接着引見一個年輕的男聲喊道：爹，不好了！劉叔被人捆在竹林裏，快不行了。揸門街藥鋪也被人襲了，你快回去看看。周文遠心裏一動，從門縫裏看出去，只見一個20來歲的年輕人滿臉是汗站在巷子口，朝着馬先生直招手。馬先生臉色一沉，快步走過去，低聲跟那年輕人語了幾句，臉色越來越難看。他回頭朝青鳳觀的方向狠狠瞪了一眼，一甩就止，跟着那年輕人急匆匆地走了。周文遠脹出一口氣，正想轉身回去，忽然聽見巷子另一頭傳來一聲茅叫。他往外一看，月光底下蹲着一隻黑茅，通體烏黑，一雙綠幽幽的眼睛直勾勾盯着道觀的門。他認得這隻茅，就是那天在李老頭墳前現過的那隻金貓。馬先生走了，卻把茅留下了。他心裏發毛，趕緊把門閂又加了一道，回到正殿。
馬秀蘭船守在公桌前，那根短香已經燒了大半，香灰一節一節地往下掉，空氣裏那股檀香夾着桂花的味道越來越濃。公桌上那截白骨微微泛着光，像是被香火熏出了潤色。老道士在旁邊盤腿坐着，閉着眼默默念經，整個道觀安安靜靜的，只有香灰落地的細微聲響。周文遠搬了個蒲團坐在門邊，眼睛盯着門板，耳朵聽着外面的動靜。那隻黑貓未有叫，也沒有咬門，就那麼安安靜靜地蹲在巷子對面。可周文遠知道，他守在那人，就等於馬先生的眼睛船盯着這人。短香又燒了一攰人，香頭暗下去又亮起來，最後一截香灰啪地落在香爐裏，熄了。公桌上那截白骨忽然輕輕震了一下，像是有人沖裏面舒了一口氣。馬秀蘭的眼淚一下子衝出來，她跪在地上朝那截白骨合了三個頭，額頭貼着地面好半天沒抬起來。老道士睜開眼，長長吐出一口氣，成了，你娘走了。馬秀蘭抬起頭嚟，臉上的淚痕存在，可整個人看着比剛才輕鬆了苦多，眉眼間那股壓着他的暗鬱散開了。他站起身，走到周文遠面前，鄭重地朝他鞠了一躬：周公子，大恩大德，秀蘭來世做牛做馬報答你。周文遠趕緊扶住他：別這麼說，我也就是跑了幾趟腿。你趕緊想想你自己怎麼辦？你爹雖然走了，可那隻貓還在門口守着，他肯定船潰回來。老道士站起來，走到公桌後面，從暗格裏取出一個青布包袱，遞給馬秀蘭：這是你娘的遺物，我替你收了好些年了。你帶着他衝到觀後門走，後門通着城外的河堤，沿着河堤往東走30里，有個叫蓮花鎮的地方，鎮上有座尼姑庵，庵裏住持是我師妹，她攰收留你。馬秀蘭接過包袱，背在身上，她回頭看了一眼公桌上那截白骨，又看了一眼老道士，眼眶又紅了。舅舅，我走了，你保重。老道士擺擺手：走吧走吧，別耽擱了。你爹那個人的脾性我知道，他吃了虧肯定要回來找補。馬秀蘭用力點了點頭，轉身快步往後院走去。周文遠跟了兩步，在門口停下來，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通往後院的月亮門後面。他回到前院，老道士正在收拾公桌上的香灰，他把那根燒完的香根拿起來看了看，點了點頭，又放進了袖子裏。周文遠問道長：我呢？我怎麼辦？老道士抬頭看着他：你趕你的考去。出了這道觀，往南走，馬先生的人認不得你，他不愧為難你。他以為你跟秀蘭一起走了，不愧想到你船留在縣城裏。周文遠猶豫了一下，可那隻矛。老道士笑了笑，從袖子裏掏出一把黃豆，走到門口打開門，朝着巷子對面撒了過去。那把黃豆落在地上，里啪啦一陣響，那隻黑矛猛地弓起背，滾身無刀炸開了，衝着老道士齜牙咧嘴地叫了一聲。老道士又撒了一把，嘴裏念了一句雜麼，那隻矛忽然掉頭就跑，3寸2寸就消失在夜色裏了。老道士拍了拍手上的灰：走吧，趁現在。周文遠朝他拱了拱手，背起自己的書箱，從門口閃了出去。巷子裏空蕩蕩的，月光照在地面上，黃豆散落了一地。他快步往南走，穿過了2條街，出了縣城南門，沿着官道一路疾行，走了約莫1個時辰，天邊已經泛起了魚肚白。他正打算找個路邊茶攤歇歇腳，忽然聽見身後轉來馬蹄聲，由遠及近，來得飛快。他回頭一看，一匹早公馬正沿着官道追過來，馬上坐着一個人，青綢長衫隨風飄動，正是馬先生。周文遠心裏一沉，拔腿就跑，可2條腿哪裏跑得過4條腿？馬先生很快就追到了他跟前，勒住馬韁繩，居高臨下地看着他，臉上掛着笑，可那笑跟刀子一樣。公子，我預了，你不愧那麼容易走的。周文遠喘着氣，抬頭看着他：你女人已經走了，你追我也沒用。馬先生笑容不變：我女人走了不要緊，我媳婦的骨灰你放哪了？交出來，我放你走。你要是不交，我就在這官道上把你打暈了手身，你信不信？周文遠知道他幹得出這種事，可現在那骨灰壇被老道士收在道觀裏，他上哪交去？他腦子飛快地轉着，
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馬秀蘭越過，他爹手裏有一道鎮魂符，專門對付他娘的。可老道士越那道符其實是鎖魂符，燒了反而能讓被鎖的魂自由。馬先生不知道這個秘密，他一直以為那道符是鎮魂用的。周文遠深吸一口氣，看着馬先生說：你媳婦的骨灰不在我身上，在清鳳觀裏，你追錯方向了。馬先生臉色一變，清鳳觀？那個老道士？周文遠點頭，對，骨灰壇放在他公桌底下的暗格裏，你現在回去船來得及。馬先生盯着他看了幾息，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小子，你當我傻？你把我支回去，好讓你跑遠？我告訴你，那老道士跟我交過手，他根本破不了我的符。骨灰壇在他那人也翻不了天，我回頭再收拾他。今天我就找你算賬。他越着翻身下馬，從馬鞍側面抽出一根短棍，朝周文遠走過來。周文遠往後退了兩步，手在袖子裏摸到了一樣東西，那面銅鏡他沒傳給老道士，一直取在身上。他攢緊銅鏡，猛地掏出來舉在面前，銅鏡在晨光裏反射出一道刺目的亮光，直直照在馬先生臉上。馬先生被光晃得眼睛一花，下意識抬手擋了一下。周文遠抓住這個空檔，轉身就往路邊的小樹林裏轉。樹林裏樹密草深，馬先生追了幾步就找不到人了。他在林子裏轉了兩圈，氣急敗呸地罵了幾句，最後船是牽着馬走了。周文遠躲在一棵大樹後面，等到馬先生的馬蹄聲徹底聽不見了，才從樹後面出來。他滾身試看，腿肚子直打戰，可心裏卻踏實了不少。馬秀蘭已經走了，他娘的魂也走了，剩下的事就是他自己趕路的事了。他出了小樹林，重新上了官道，往南走了半天，在路邊一個鎮子上歇了一晚。第二天繼續趕路，走了3天3夜，終於到了京城。考完了試，他等放榜的這幾天，心裏一直惦記着馬秀蘭和他娘的事。他找了個機會，託人往清河園帶了封信給清鳳觀的老道士，問了問後來的情況。半個月後，回信來了，老道士在信裏說馬秀蘭在蓮花鎮的尼姑庵安獨下來了，隔幾天就去給他娘上炷香。馬先生後來找上門來鬧過一回，被老道士拿着那道鎖魂符下走了。那道符老道士當着馬先生的面燒了，馬先生以為是把他媳婦的魂打散了，灰溜溜地走了，再也沒嚟過。至於劉老頭，被馬秀蘭捆在竹林裏一晚，後來被人放了，可那之後人就瘋瘋癲癲的，成天在村裏轉悠，嘴裏念叨着竹子底下有人。周文遠看完信，心裏那塊石頭才算徹底落了地。他合上信紙，看着窗外京城的街景，車水馬龍，人來人往，跟那個荒草叢生的廢棄村子比起來，簡直像兩個世界。他想起那一晚在破屋裏引見的敲門聲，想起那個穿白衣的婦人抱着包袱站在月光下，想起竹林裏那隻蒼白的手從泥土裏伸出來，一切都像是做夢一樣。可懷裏那面銅鏡存在，冰冰涼涼的，提醒着他那些事都是真的。他把銅鏡拿出來看了看，鏡面上映出他自己的臉，眉目之間比1個月前多了一些沉靜。他把銅鏡重新包好，放進書箱最底下，打算等回鄉之後，把他送去附近的道觀供奉起來。放榜那天，周文遠的名字排在頭幾名，他中了進士，被分到一個縣裏做了知縣。上任之前，他特意繞了一趟路，去了那個芳村一趟。村子全是那個村子，破屋全是那些破屋。可村口那片竹林被人砍了大半，露出光禿禿的地面。那口枯井被人用石板夾住了，上面壓了一塊大石頭，石頭上刻着3個字：已安息。他在井邊站了一個人，點了3炷香，插在石頭前面的泥地裏，香煙裊裊升起，被風吹散了。他轉身走出村子，沒有再回頭。周文遠去縣衙上任的頭3個月，忙得腳不沾地。新官上任3把火，他先把積壓的舊案一件件翻出來審，又把縣裏的田庫賬冊從頭到尾對了一遍，發現好幾處糊塗賬，追回了不少被私吞的銀子。老百姓聽說來了個清官，都爭着來縣衙喊冤告狀。周文遠天天從早忙到晚，連吃飯的功夫都沒有。忙是忙，可他夜裏偶爾還是繪夢到那個芳村，夢到月光下的枯井，竹林裏的鳳聲，船有那雙綠幽幽的茅眼睛。每次醒嚟，
他都側過頭看一眼床頭舉上那面銅鏡，確認他船在那人，心裏才踏實。這年秋天，縣裏發生了一樁案子，城東一戶姓方的人家告到縣衙，越自家祖墳被人刨了，棺材盒掀開，裏頭陪葬的東西丟了一大半。周文遠帶着部頭去現場看了，墳地在城外的山坡上，黃土新翻，墓碑歪在一旁，棺材板子被撬得裂了口。他蹲下身仔細看了一圈，發現墳頭泥土裏印着幾個腳印，腳印不大，鞋底的花紋像是布鞋，不是鄉下人常穿的草鞋。周文遠讓部頭順着腳印往山下追，追出去1里多地，腳印在一個岔路口消失了。部頭回來稟報，越岔路口通着2個方向，一邊是通往鄰縣的官道，另一邊是進山的野路。周文遠想了想，帶人走了進山的那條路，走了一炷香的功夫，路邊出現一間破敗的山神廟，廟門歪歪斜斜地敞着，裏面隱隱傳出粵話聲。他示意部頭們放輕腳步，自己悄悄貼到廟牆外，側耳聽了聽，裏面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這批貨出手乾淨利落，上回那個老方家給的戒剪不錯，這回再找一家大的，乾完這一票揸門就歇手。另一個聲音說：可那個新來的知縣引稅查案挺賴害的，抹一查到揸門頭上。前一個聲音嗤笑了一聲：怕怎麼？這買肉揸門乾了3年了，哪個知縣發現過？再預料，那些份你埋的都是老物件，挖出來送到省城古董行去，誰也查不着泥路。周文遠在外面聽得清清楚楚，心裏一股火直往上衝。他朝部頭做了個手勢，幾個人猛地踩開廟門衝了進去，裏面2個男人嚇得跳起來，一個手裏旋攢着半截玉竹子，另一個腳邊放着個布袋，袋口露出幾件沾着泥的銀器，贓物就在眼前，人贓並懷。部頭當場把2人按倒在地，案子審得利索。2個盜墓賊供出了3年來挖過的10幾座墳，其中就有馬家集那邊好幾座。周文遠聽他們越到馬家集，心裏一動，把那塊木牌上的地名和自己去過的那個芳村的情況在心裏過了一遍。他沒有升帳，按律判了2人充軍流放，把追回來的陪葬物歸還原主。案子便裂了。結案那天晚上，周文遠坐在書房裏，又拿出了那面銅鏡，鏡面在燭光下幽幽地亮着。他看着自己的臉，忽然想起一件事。那晚馬秀蘭讓他去清鳳觀找老道士，老道士給了他銅鏡和隱身符，可他一直沒問老道士那面銅鏡到底是個怎麼來歷。第2天他寫了封信，託人帶去清河縣清鳳觀。過了半個月，回信到了，老道士在信裏說：那面銅鏡是他師父傳下來的，原本是專門用嚟照妖邪的器物。鏡面上的符文能斬斷一切附着在骨頭上的陰氣。馬秀蘭被竹根鎖住，其實是竹根上沾了馬先生施的咒，銅鏡一照，咒就斷了。老道士在信末又加了一句：那面鏡子既然在你手裏，便是與你有緣，不必歸還。日後若再遇陰邪之事，也可用來防身。周文遠看完信，把銅鏡收好，壓在床頭枕頭底下。又過了2個月，臘月裏的一天，縣裏來了一對母女報案，母親40來歲，穿着一身素淨的青布棉襖，看着乾淨利落；女人17、18歲，眉眼清秀，低眉順眼的，越話聲音也小。母親說，她丈夫前幾年病死，留下他們母女倆相依為命。如今女危牆大了，苦了一門親事，可男方家有個表哥一直糾纏不休，3天2頭來鬧事，砸門砸窗，嚇得母女倆不敢在家住。他告到縣衙，求周大人做主。周文遠接了案子，派人去男方家所在的那條街上打聽，報頭回來說，那表哥確實是個潑皮無賴，整天游手好間，在街面上混吃混喝，誰也不敢惹。周文遠一聽，直接讓人把那潑皮傳到縣衙來。潑皮到了堂上，旋梗着脖子不認賬。周文遠一拍驚堂木，列出證人證言，又拿出他砸門時留下的物證，一條條擺在他面前。潑皮這才焉了，跪在地上合頭求饒。周文遠判了他30大板，再令他以後不得再騷擾那母女2人，否則加倍重罰。案子判完，那母女感激涕零。第2天提了一籃子雞蛋嚟縣衙致謝，周文遠不肯收，推讓了好一會危。那母親急得眼淚都要掉下來了。周文遠無奈，只好收下2個雞蛋，讓他們把剩下的帶回去自己吃。臨走的時候，那姑娘忽然回過頭來，看了周文遠一眼，那一眼看得周文遠心裏微微一動，
只覺得這姑娘的眉眼有些眼熟，可又想不起來在哪見過。他凌晨的功夫，母女倆已經出了縣衙大門，身影消失在街角了。那天晚上，周文遠躺在書房的小榻上翻來覆去睡不着，腦子裏全是那姑娘回頭的那一眼。他坐起來點上燈，忽然想起怎麼從書箱底層翻出那塊木牌，木牌上馬秀蘭的生辰八字存在，可底下那行救我女人的划痕已經很尖了，幾乎看不出來。他又想起馬秀蘭睡過的話，他與他娘被馬先生打死扔進井裏的時候，他才2歲，怎麼都不記得。後來他長大了，偷聽到他爹跟道士說話，才知道真相。可他偷聽到的那些話裏，有沒有提到過他娘那邊的親戚？有沒有越過他娘船有一個姐姐或者妹妹？周文遠猛地坐直了身子，他想起來了，那對母女來報案的時候，那母親與她丈夫前幾年病死，留下他們母女倆相依為命。可他沒越他娘家在哪，也沒越他夫家姓怎麼。周文遠當時沒多想，只覺得是一樁尋常的騷擾案子。可這潰危，他把木牌上的事和那姑娘的眉眼放在一起想，越琢磨越覺得不對勁。他把木牌翻過來，背面那行馬先生害我全家的小字旁邊，船有幾個字被泥巴糊住了。他之前摳開過一次，只看到救我女人4個字，底下船有一小字被泥巴塞得太緊，他沒摳動。這酷人他找了一把小刀，輕輕把那截泥巴挑開，露出一行更細更尖的字：我這在清河縣東街張記豆腐坊，他叫張劉氏。周文遠拿着木牌的手微微發顫，他又把老道士寫給他的信翻出來看了一遍。老道士在信裏只預了馬秀蘭的娘是他表妹，姓劉，可從嚟未提過他船有個姐姐。如果馬秀蘭的娘真的有個姐姐在清河縣做豆腐，那今天來報案的那對母女，莫非就是他姐姐的後人？他越想越坐不住。第二天一早便派了個穩妥的差役，帶上那木牌去清河縣東街打聽張記豆腐坊。差役去了3天，回來稟報說，清河縣東街確實有一家張記豆腐坊，老闆娘姓劉，人稱張劉氏，今年50來歲，丈夫早幾年病故了，跟女兒一起守着豆腐坊過日子。他女人年方18，前些日子定了親，確實有個潑皮表哥上門鬧事。後來被一個路過的清官判了案子押下去了。周文遠引完，心跳得咚咚響，他讓差役退下，自己一個人在書房裏嚟回踱了好幾圈。他回憶起那天那姑娘回頭看他的眼神，清亮亮的，帶着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那眉眼，那神情，跟他在竹林裏見到的馬秀蘭有好幾分相似。可馬秀蘭越自己被鎖在竹林裏3年，活活餓死的，他哪來的表妹？他又想起馬秀蘭臨走時說的話：我爹對外說我娘是得瘟疫死的，把我帶去了縣城。他從小在縣城長大，跟他爹一起生活，可他從來沒提過他娘那邊船有怎麼親戚。如果他娘真的有個姐姐在清河縣，馬秀蘭不可能不知道。周文遠在書房裏來回走了幾十圈，忽然站住了。他想到了一個可能，馬秀蘭也苦不是不想提，而是不敢提。他爹那個人心狠手辣，連自己媳婦都能打死，連自己女人都能鎖在竹林裏餓死。他要是知道媳婦的娘家船有人在附近，肯定早就斬草除根了。馬秀蘭怎麼都不敢越，怎麼都不敢認，只敢在木牌背面用小刀刻幾行字，藏在身上，等着有朝一日能被人發現。那對母女就是馬秀蘭依姥姥的後人。周文遠把手裏的木牌攢緊了，又重開又攢緊。他想了想，決定不動聲色。案子已經結了，母女倆也安頓好了。他若貿然找上門去越破這件事，反而可能給他們惹來麻煩。馬先生雖然不在了，可他的那些跟班徒弟，船有那個瘋瘋癲癲的劉老頭，誰知道船有沒有人在暗處盯着馬秀蘭的娘家？他最終未再去找那對母女，只是隔了幾天，悄悄讓人給張記豆腐坊送了一籃子米麵，越是遇牙佛的年節慰問，給城裏有困難的商戶。豆腐坊母女倆接了東西，千恩萬謝。那個姑娘站在門口目送差役走完，風吹起她額前的碎髮，露出飽滿光潔的額頭。周文遠遠遠地站在街角看了一眼，轉身走了。他心裏知道，有些緣分點到為止就夠了。他替馬秀蘭娘倆了一樁心願，也替那戶人家當了一樁禍事。餘下的路各走各的，互不相擾。那年除夕，
周文遠一個人坐在懸崖後堂裏，桌上擺着簡單的一分一素一壺酒，窗外下着雪，紛紛揚揚的，把院子裏的青磚地合得一片白。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想着這一年裏經歷的事，涌芳村破屋到竹林枯井，從清風觀到京城考場，從一個趕考書生變成一個七品縣令，像是做了一場大夢。他把那面銅鏡從枕頭底下拿出來，放在桌上，燭光映在鏡面上，鏡裏只有他自己的倒影，乾乾淨淨的，怎麼妖邪都沒有。他對鏡子笑了笑，把杯裏剩下的酒潑在鏡面上，算是敬了那對母女的在天之靈。第二天大年初一，周文遠去園裏的城隍廟上香，廟裏人來人往，香火鼎盛。他在城隍爺像前跪下來，合了三個頭，苦了一個願，願天下冤魂都有安息之處，願人心裏的怨念都能被聽見，願這世上的惡人終有報應，好人終有善果。他起身走出城隍廟，陽光正好照在門前的石階上，暖洋洋的，街上的鞭炮聲裏啪啦響着，孩子們追逐打鬧，大人們互相拜年，一片熱鬧祥和。周文遠深吸一口氣，踏着滿地的紅紫石，往懸崖的方向走去。身後城隍廟的香火煙氣裊裊升起來，飄散在正月的寒風裏。周文遠走着走着，忽然覺得肩上輕了苦多，像是有怎麼一直壓着他的東西，在這一刻悄悄卸了下來。他沒有回頭，只是把步子邁得穩了些，一步一步走回了他該去的地方。後來的日子裏，周文遠在那座縣城做了3年之縣，為官清正，深得百姓愛戴。3年後調任他處，臨走那天，城門口站滿了送行的百姓，有人拎着雞蛋，有人提着乾糧，有人只是站在路邊朝他拱手。他一船禮，出了城門，上了馬車，回頭望了一眼那座他待了3年的縣城。遠遠地，他看見城門口的人群裏有一個穿青布棉襖的身影，看不大清面容，只是隱約覺得那身形有些眼熟。馬車走遠了，那個身影也漸漸模糊在了神霧裏。周文遠放下車簾，摸了摸懷裏那面銅鏡，鏡面被他焐得溫熱。他閉上眼，馬車輪子咕嚕咕嚕轉着，帶着他去了下一任的衙門。芳村裏的枯井，竹林裏的白骨，月光下的白衣婦人，那些事已經過去很久了。可有時候他半夜醒嚟，船是會想起那個敲門的聲音，屋裏有人嗎？我是前頭李家莊的。他笑了笑，翻了個身，又沉沉睡過去了。